宗先生，请。宗神医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救救她。我尽力。你说龙鳞甲在齐运身上，为何？你见过起死回生的人吗？我见过。齐运的母亲怀胎7月，便生下了他。自出生起，他的血脉便倒流，筋骨错落也是异于常人。全城的大夫都说他活不过6岁。如今我再见到齐运，他已与常人无异。要么他的病症已经治愈，要么龙鳞甲便在他身上。要怎么确定？医者自然有医者的法子，只要让他生病了，自然有机会能够查看。要是取下龙鳞甲，他会死。怎么办？我固然想救扶摇，但也不想牵连无辜之人。是否有两全其美的法子？月哥哥，月哥哥。已经醒了，这几日我会每日过来。病症虽急，但还不至于危及生命。多谢先生。国公可以先进去看一看，不过就不要让他耗费精力了，歇着吧。替我招呼先生。是。先生，这边请。先生，这历来祸不及子女，我们俩的恩怨跟齐运无关。她只是个小姑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恩怨和宿命，搁不下，也改不了，这些都是定数，与天者争无可争。别伤害她，求你了。别怕，那几具尸体我已经处理好了，没有人会怀疑到这里，你可以安心了啊。对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没想到他们会是这么寒凉的下场，连个葬身之地都没有。他们是要杀你，有什么可怜惜的？他们终归就只是害过我一场。造化弄人，那又怪得了谁呢？
谢谢你啊。你还是好生歇着吧。不，我准备了饭菜，要不然你吃一点吧。你不管饿不饿，你吃一点好不好？为何突然对我如此好？这个是你的吗？公子说，姑娘只要带上这荷包，翠凉殿就是宫里最安全的地方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就知道你是我的莲儿。娘亲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世事难料，你知道吗？当年我被迫抛弃你的时候，我就把这荷包放在你的身边，我就想着，有朝一日，我也许还能再见到你的。这么多年了，娘真的以为你已经不在了。我不是神仙姐姐，还叫神仙姐姐？你是不是在怨我？莲儿，天底下哪有那样的娘亲啊？娘亲不是不想你，娘亲是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。娘亲每天都在想你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这个黑漆漆的房子里，我苦，我难，我就是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。我骂遍了轩辕家100遍，恨了你们长孙家1000遍，怨了这个不长眼的老天爷10000遍。好在你回来了。要不是你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我面前，娘亲真的可能活不下去了。对，我之前不知道你是谁，我还抓了你，还打了你。你身上没有受伤吧？我看看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你别怪娘，是娘亲年纪大了，娘亲脑子不好使。你别怪娘亲，你别怪娘亲，你别怪娘亲，我没有怪娘亲，我没有怪你，我没有怪你，但你真的不是我的娘亲，我是孤儿。他们说我从小没有娘亲。哎呀，那是他们骗你的，那都是他们为了不让我们母女相认编的谎言。对，你看，这么旧这么破，都是因为没有娘亲啊！你现在到娘亲身边来，娘亲可以把它缝得很好。真的，我可以把它缝得很好的。没关系，别麻烦了。没有麻烦，没事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不要这些了，我们不要这个了。你看，莲儿，这些年啊，娘亲唯一的念想就是你。我每年都想着你的个头啊，想着你有多高了，就给你做了好多好多的衣服。小的时候，娘亲想着你肯定长得很快，就做了好多彩衣。你看，这是彩衣，做了好多件呢。还有这件呢，你看这件也是彩衣。后来到了及笄的年纪，我就想着啊，对。该有襦裙了，你看，这是襦裙，还有该有深衣了，你看，你看多好看啊！后来年纪再大些的时候，我就想着要多备一些宽袖的衣服啊。对，你看，反正就是这些年缝缝补补的，我就攒了这些衣服。你看看，啊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娘亲还可以再做啊。做我轩辕晓的女儿，必须漂亮。娘亲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看看，我的女儿多漂亮！我要给你穿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，好不好？来，你看看，我的女儿多好看呢！
对。满天。一双手被你牵着，就怕人间去了烦恼。可是爱丝丝情郡主大病初愈，当心着了风寒。在心里回旋轻调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我入住国公府许久，这进出国公府的人这么多，郡主见过在下，不足为奇。不是，像是很久没见的一位故人。郡主身子弱，难免容易胡思乱想，还是好好休息。在下告辞了。在梦里喧嚣热闹，难得心里有了你好，比烦恼更年少了逍遥。太好了，终于见到你了，芙蓉姐。你说你这个小祖宗啊，你怎么跑到这里面来了？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我来救你呀！你救我，你能救我吗？我就是得救你，我就得救你啊！好，救我！小尾巴呢？猪猪啊，他去找战将军去了。我知道你在宫里嘛，所以啊，我本来还想先卖身为奴混进来的，但谁知道刚进来他们就拿我，拿你什么？拿我的命根子。哎呀，那我肯定不让啊，所以我就赶紧跑，然后我就遇到这个婆婆，是她把我救的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不过还好看见你了，太好了。你说你也真够胆大的，你跑到这里面来，这还不是为了你吗？还这个样子，这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看看。这个婆婆她不喜欢男的，只让女的伺候着，那我没办法，只能先这么办着呀。阿姨，你不许笑我，很危险的。还给我，还挺适合你的。什么？挺美的。还给我。你说这个婆婆看起来这么凶巴巴的，她还愿意救你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
这个婆婆啊，表面上看起来脾气挺怪的，但其实可知道疼人了。我跟你说，而且有时候她看不清楚呢，还把我当做她的女儿。她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，而且你想，这么大一个院子，就她一个人住，真的是挺可怜的。好了吗？你真的没事了？这姑娘家呀，样貌仪容是最重要的，千万要小心收整着。像这头发，可千万不能随意给弄乱了。幸好这神仙姐姐神志不清，否则镜子前我这易容的法子该露馅了。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女孩子。那是因为你以前没有娘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回到娘亲身边了，别人家女孩子该有的你都会有。做姑娘该做的、该想的，娘都会慢慢教你的。其实我从小就没见过我爹娘，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生了又不要我。可惜你也不是我的亲娘。我当然是你的娘。哼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的耳朵、眼睛还有嘴巴，是不是跟我的一模一样啊？哎呀，这孩子生得和我年轻时候一般的漂亮，将来啊，肯定能找一个如意郎君，相亲相爱的过一辈子。那你呢？你这么美，你的夫君呢？我的夫君，我的夫君，我的夫君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不爱我，他不喜欢我，他不喜欢我，他喜欢他，他一直喜欢他，他们有孩子，他们两个有孩子，我怎么办？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我是太云的公主，我是公主，我嫁给你们天权，是你们天权皇族100年的福分。你们不能杀我的莲儿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们不能杀了我的莲儿，不能啊！我的莲儿，我的莲儿，没事了，你们不能杀了我。没想到你心里有这么多难过的事情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你的莲儿。菲姐，哎呦，菲儿，嘘，刚睡着。不好了，有人要抓你，快走，快走！抓我干什么？谁呀？可是舒夫人与文子？是我。那便好，请夫人随我们走一趟，国公有请。是这样的，之前王上下了令，让我在这冷宫里面受罚，不能随便出去，我也不敢不从啊。夫人，今日王上按照祖制去长垣祭天了，不在宫里。国公请夫人去，也是因为你母家长宁府来了人。尊夫人千里迢迢的来，就是想来看您一眼。况且王上和国公赏的恩典，夫人您还是去的好。
国公竟如此体恤，宇文子当真要好好谢过国公了。只是许久未见母亲大人了，应该要换一件体面的衣裳，好好打扮一番。两位说呢？那也好，夫人，请您快点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。长渊祭水这么大的事儿，国公怎么没来啊？哦，国公他得了风寒，实在是起不来，一大早已经向内廷告了病假。哦，吉时到，祭水开始。湖水献祭，五洲水域兮，渺渺太渊。养成天赐兮，江河悠长。福为轩辕兮，穹顶煌煌。水为国脉兮，以之为尊。点滴灵慧兮，异彩流光。设坛竞技兮，情切意音。礼毕，请祭拜大礼。跪，一叩首。请，再拜。请，三拜。祭品浮沉，水柔水间，运量无穷。祭品轻重，或浮或沉。全民有决，是格是常。呜呼哀哉，福为上享。大祭毕，全民归。王上赐座引服。怎么办，冯小姐？今日怕是凶多吉少啊！那要不咱们现在快逃吧？要不然等到了国公府，里里外外那么多人，再逃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这样吧，我去你开开门，你先跑啊！不行。为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我不能逃。我要是逃了，会连累很多人的。他们都会因此丢了性命。那人家的命是命，你的命就不要了。我的命当然要了，我这条命我还没玩够呢。你放心吧，需要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逃出去的。唉，祭水大典这套功夫下来，大小礼仪也让王上劳神了。是啊，赶快回去歇着。哎，王上啊！按照祖上规矩，您还不能回去呢。啊！这，王上，关乎万民生计，向来马虎不得。依照祖制，大典结束之后，王上还应在长渊祭坛住上一日，如素诵经，为百姓祈福，礼仪方可圆满啊！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按照规矩来吧。不过这国公也年过半百了，连日操劳的，竟然给落下了病。赶快差人去国公府上看看，要国公真倒下了，这太渊的社稷重担由谁来扛？臣这就去办。去吧。王上，还得在这种地方住下。你说，这霜寒露重呢，还得一个人吃斋念佛，
谁知道当王的日子这么凄苦啊！王上的心思，小的明白，小的都给王上准备好了。哦，行。王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见过皇上。做得不错。谢王上。皇上，蓉儿知道您在这宫里啊，肯定待着寂寞。我便想着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得过来给您解解闷儿，还特意从宫里带了您最爱吃的点心，还请皇上不要怪罪臣妾。长渊呢，本来就是苦寒之地，你非但不嫌弃，还愿意在跟前陪着，本王又怎会怪你？只是难为了美人儿，陪着本王一块受苦。皇上这是哪里的话？蓉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搬来，送上去吧。扶摇。曹成，在。安排些舞姬过来，让本王热闹热闹。小的明白。什么情况？快让薛延明去国公府求扶摇剑，快，来不及了。今日有些乏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皇上，那日臣妾不是在宫里伺候着，没想却因身子不适睡了过去。没能尽到为妾的本分不说，更是扰了王上的好兴致。一想到这儿，臣妾心里就觉得实在是惭愧。王上，不知王上今日能否再给妾身一个机会？蓉儿一定好好伺候王上。蓉儿听话，别叫，别嚷，好吗？好。哎呀，王上，讨厌！王上，撤！撤！青丝几多岁水时，你无一缕寄相思。从此后见无如人，似春燕身旁俯视。
舒夫人，请。舒夫人，请稍等片刻，老奴先告退了。义父，今日不是说要见母亲大人吗？他人呢？不是你的母亲要见你，是我有话要问你。义父有事，直接传我便是，何必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跟轩辕民暗中勾结！义父可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与王上从未有过暗中勾结，是吗？那为何我前脚派人带你离开宫，后脚他就从长渊赶过来找你？王上真的在府上？济水大典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他能抛下不管，跑到我的府上来找你？他说是知道了我请舒夫人过来，没有向他禀告，他气得骑着马就过来了，谁都劝不住，非要带你回去。你说说，你们俩这是难舍难分呢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义父，我是被打入翠凉殿的人，况且从未得过王上宠幸，怎么敢与他暗中勾结？你宇文子不过是一个由头，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我。还记得吗？我送你入宫之前，我说你是天上的霸星，你当时是如何回答我的？我这条命都是国公您给的，有任何吩咐，只要国公您一句话。如今你是舒夫人了，当初说的话可还作数？雷霆雨露，只要义父您一句话，只要我能做的，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能为您分忧，是我的福分。是吗？那么今日，你的机会来了。自从轩辕民登基之后，我时时忍耐，处处体谅，但他却越发的荒唐任性，置万民生死于不顾，实在是愧对太原这片河山。那王位本该就是我的，扶持他做傀儡，可不是要养虎为患。如今，轩辕民已成为我心头之刺，不得不除。今日，他孤身一人跑到我这里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。轩辕民此刻应正在中庭饮茶休息，我要你去亲手杀了他，让为父看看你的忠孝之心。他死，保你后半生荣华富贵；否则，你宇文家替他去死。王上，国公没为难你吧？
我专程从长垣赶过来，迎你回宫。皇上，宇文子不过是个长宁府的庶女，多得国公关照，才可以在这伺候着。今日本就是戴罪之身，怎得劳烦皇上亲自来接？寒一节之事，另有隐情。贸然罚你去翠凉殿，太委屈你了。既然贤夫人被害是另有其人，那此事也得查清楚。你平日行事乖巧，深得本王欢喜。无论犯有任何错误，今日便也一笔勾销。再有一盏茶的功夫，如果还不动手的话，就把他给我杀了。是。哼。多谢皇上。你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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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！我的天哪！你把王上给杀了！岳父，我杀人了！岳父，我杀人了！我看看。哎呀，是一个将死的术士。哎，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他的福气了。恒儿，多花点银两，好好安抚一下他的家人。啊，是。别怕，别怕，啊，为父在呢。不怕不怕啊！来来来，先坐下。你受惊了。听我说，一个小小的把戏，啊，但是你对为父的忠诚，为父看的可是清清楚楚啊。女儿没想到，女儿没想到，义父，义父，你竟然如此不相信女儿。女儿今天有的一切，全都是义父给的。女儿，就算不是为了义父，单单为女儿自己，女儿也一定会听义父的话的。怕是正常的，不怕反倒不对了。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！你能替为父杀人，这份忠孝，为父心中已经了然了。听为父说，一会儿啊，我派人送你回宫，日子还好好的去过啊，剩下的交给为父。但是你要记着，你的荣华富贵别人给不了，你的生死也没人会在意。为父可以罩着你，回去之后好好的做你的夫人，荣华富贵是少不了的。为父日后还有重托。女儿记住了。
你，是你，真的是你。